春騰頭傻快煙圈，彷彿每個片段完全在轉。當你分手時及痛快，這個痛的心態，我也只沒意識去開解。床上一啲那一啲月全屬意料，內裏多多少少心思奧妙。在拍燒屋中的世界，各有彼此境界，我永遠腳步也像懸崖。我想不痛，我想不懂。情記住怎麼得天不甚苦痛，若你心境亦覺相同，無謂卻要說亦有一種。其實最想追憶會是誰，卻說不出這伴侶。若這算是愛，怎麼覺得累？如揮劍各有幾許？隨便說天說地說空虛，直到最一面對，最真經歷都不再作考慮，沒有氣力不想再追，竟抽身去。不出這伴侶，若這算是愛，就會覺得累。如揮劍各有幾許？隨便說天說地說空虛，直到最一面對，最真經歷都不再作考慮，沒有氣力不想再追，竟抽身去。